今日早起，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日时也是好天，不过暗内北部就要变天啊，到拜四拢会较凉冷。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上低温可能干那14度，也那中南部天气较稳定，不过早暗会较清凉，温差可能会到10度。8日日时日头出来，北台湾的民众就要把握这段较温暖的天气，因为自暗时开始，东北季风增强，温度会一直降落去。气象署讲，上冷的时间应该是伫拜三透早，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温度上低可能会到14度。拜二到拜四这段时间天气也拢较凉，差不多15、16度。星期二到星期四都是比较凉的时候。那北部、东北部最低温度大概是15、16度左右，中南部日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或10度以上。那至于北部、东北部是整天都是比较凉一点。伫东北季风增强，贵人北海岸、东北部也个大台北地区，拢可能有局部短暂雨。拜三到拜五，伫东北部地区是云多水汽增加。气象署讲，这边的东北季风会一直影响到拜五，过来温度就会慢慢回升。各地天气主要是多云到好天。今天晚上到明天，北部、东北部是比较容易下雨，就是北部还有宜花，大概都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雨。现在看起来就是东北季风影响到周五。气象署讲，即马已经进入秋冬季节的天气，过来东北季风会一阵散一阵，每一遍来温度拢会降，大家就要穿较少咧。因那即马伫菲律宾东方海边一个热带扰动，伊的安全发展也搁要观察。气象署是认为，伊对台湾的影响无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